你好，我係楊明霞醫師。首先喺度恭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龍馬精神。喺新嘅一年咧，我會想同大家分享咧點樣可以養肝喎。咁好多時候啲人咧都會覺得，容易捱夜，會唔會容易傷肝呢？會唔會容易令到個排毒嘅功能差啲呢？所以今日咧點出健康呢個節目咧，我會同大家介紹一啲穴位，可以幫助大家養肝強肝之餘咧，可以幫助大家排毒嘅。其實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咧，肝係一個系統嚟嘅，咁佢包括咗肝臟嘅功能啦。咁肝咧其實可以幫助藏血嘅。咁另一方面咧，肝係主疏泄。咩叫疏泄咧？即係話疏泄個氣機，令到嘅氣嘅運動咧調暢翻。如果咧我哋有精神鬱悶啊，或者係情緒壓力啊，或者係有時咧我哋突然之間好嬲嘅時候咧，都會令到疏泄嘅功能有問題，即係話突然之間會有啲氣鬱、肝陽上亢嘅情況，咁而出現咧一啲血壓高嘅一啲現象嘅。咁所以咧，其實中醫嘅肝咧係包括咗肝臟，亦都同時咧包括咗自主神經所提及到嘅情緒嗰啲因素嘅。咁所以咧要養肝嘅話咧，首先咧要調暢嘅情緒，令到咧自己開開心心。所以新嘅一年咧，不妨咧俾自己一個目標，就係多睇啲綠色嘅嘢，都可以幫助咧我哋疏肝養肝嘅。咁同時咧，平時不妨係去郊外唞下啲新鮮嘅空氣，深吸深呼咧，亦都可以幫助咧肝嘅疏泄功能嘅。咁喺呢度咧，我會介紹3個穴位俾大家，去幫助大家點出健康嘅。首先第一個穴位咧就係太沖穴啦，就係喺大指同埋二指中間嘅呢個位置。咁佢可以幫助咧我哋去肝火同埋疏肝嘅。如果有時我哋覺得好鬱悶啊，情緒好嬲嘅時候咧，不妨撳一撳呢個太沖穴咧，可以幫助咧我哋舒緩緊張嘅情緒。肝火上炎啊，肝火勁嗰啲人而導致嘅血壓高咧，不妨撳一撳呢個穴位咧，都可以幫助咧我哋降一降嗰個血壓，調整一下個血壓嘅。咁第二個穴位咧就係中風穴啦。中風穴咧就係喺腳跟呢個位置，左右腳都有嘅。咁撳落去咧會有啲酸酸冤冤嘅。呢個位置咧係肝嘅本穴，可以幫助我哋養肝啦，同時亦都可以令到咧我哋肝嘅功能咧改善翻嘅。夜晚11點至1點咧係膽經運行，1點到3點係肝經運行嘅。咁你如果喺呢段時間之前，可以先撳咗呢啲穴位先，垂直按壓。係啦，輕到重嘅手法，大概1分鐘到，咁都可以幫助咧我哋調肝養肝嘅。第3個咧就係章門穴啦。章門穴咧取穴好簡單，首先咧我哋好似批踭咁樣，係啦，咁個踭向下，咁踭掂到呢個位置咧，就係章門穴嘅位啦。章門穴咧其實可以幫助咧我哋清咗嗰啲脹氣，即係唔好嘅氣。咁即係話，如果有時咧我哋係覺得有啲鬱悶情緒啊，或者係覺得有啲肝鬱嘅情況咧，撳一撳呢個章門穴咧，都可以幫助我哋舒緩緊張壓力嘅情緒。咁如果大家唔想撳嘅話咧，有時拍一拍咧，都可以幫助到咧我哋調暢心情㗎。喺點出健康呢個系列咧，我通常會用到呢個穴位按摩筆嘅。咁用法好簡單啦，就係咧首先開咗掣，撳住大概2秒鐘，咁然後咧呢度會有個讀數喎，再往上撳2度，其實2度已經好夠啦。後面咧有個導電位嘅，我就揸住去撳翻我想要撳嘅穴位。微電流嘅震動咧，可以幫助咧我哋加強嘅刺激，去達到咧去通經活絡嘅作用嘅。咁除咗係點穴位之外咧，我哋再配合翻內服咧，都可以令到咧由內而外咧，可以加強養肝同埋強肝嘅。咁呢個養肝強腎膏同埋呢個穴位按摩筆咧，都係今次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嘅義賣項目嚟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喺舊年年底，瑤池漢方慈善基金舉行咗2次身心滋養嘅講座，好多謝大家熱烈嘅支持，反應非常之好，座無虛席。咁喺新嘅一年2026年咧，我將會每個月代表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咧舉行一個升級版嘅身心滋養嘅講座。屆時咧，我會同大家一齊做經絡操，一齊禪修，做一啲 DIY 嘅一啲茶包。咁以下咧就係嚟緊嘅題目啦。
如果大家想參加嘅話呢，可以 WhatsApp 翻我哋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嘅手機，或者打電話過嚟咁樣預約都得嘅。《黃帝內經》有句説話講：東風生於春，病在肝，戌在頸項。咁意思即係話咧，我哋春天嘅時候咧，所吹嘅風咧，通常係東風為主啦。咁另外咧，如果係肝一有事嘅時候咧，通常就喺頸項嗰度有事嘅，因為係肝主筋啊。通常咧呢啲位置咧筋脈比較多啲，咁所以咧特別容易咧會有啲頸緊膊痛嘅問題嘅。咁平時朝頭早咧，不妨咧，一起身嘅時候，做一做我而家呢個動作，就係向下、向上，翻返轉頭向左，翻返轉頭向右，翻返轉頭向上、向下，翻返轉頭向左、向右。向左右嘅時候咧，個下巴咧盡量係往個頸嘅方向，咁可以咧幫助咧我哋舒展翻呢個斜方肌嘅筋腱嘅，咁同時咧亦都可以活動翻啲筋骨啦，令到咧我哋肝嘅疏泄功能咧會更加好啲嘅。大家不妨試一試啦。細個時候，爺爺同我講過一個故事。就係從前有兩隻雀仔，一隻咧係畫眉鳥，一隻係白鷺。畫眉鳥咧長期喺個籠裡面咧，佢嘅主人對佢好好，咁定時咧就有3餐餵養。咁畫眉鳥咧喺籠入邊咧，其實好向往白鷺咧，成日可以喺空中咁樣翱翔，好開心，好自由。咁調翻轉咧，原來白鷺望住畫眉鳥嘅時候咧，佢覺得佢好舒服，唔需要日曬雨淋。有一日咧，有個頑皮嘅小朋友將畫眉鳥嘅籠打開，畫眉鳥出咗嚟，而白鷺走咗入去。畫眉鳥咧因為慣咗喺籠裡面咧嬌生慣養，所以3日度咧就已經係支持唔住，揾唔到嘢食就咁死咗啦。而白鷺咧喺個籠入面，因為佢慣咗喺天空嗰度翱翔。突然之間咧，喺一個冇自由嘅生活裏面，佢覺得好唔開心，鬱鬱而終。爺爺於是乎笑笑口同我講：我哋所向往嘅生活，其實係未必適合我哋嘅人生軌跡。只要我哋安於現狀，活好我哋而家真正想活嘅樣子，咁就係一個美好嘅人生啦。爺爺喺我人生當中咧，佔有一個好重要嘅地位，佢係一個好有智慧嘅爺爺。我成立呢個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咧，就想紀念呢位咁有智慧嘅爺爺，同時將中醫養生嘅概念宣揚出去，令更加多人受惠。終極目標咧，就想興辦一間以中醫為理念嘅老人護理中心，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慷慨解囊。多謝大家收睇瑤池漢方慈善基金點出健康呢個節目，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訂閱並且撳鐘仔啦。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健康資訊嘅話咧，都歡迎 follow 翻我嘅 Instagram， 或者大家如果有咩疑問嘅話咧，都歡迎 inbox 翻楊明霞醫師呢個 Facebook 專頁，我會盡快答覆大家嘅。